越多了一下，越多了，还没唱完啦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还没唱完。最后这首歌呢，就这样，因为我觉得啦，最近真的有一些不太平静的事情，那我希望透过我跟玉霞的歌声，能带给大家一些抚慰与温暖。咖喱兰调调，最后一首歌，谢谢。口，口完心事着。